检采是迄段特殊的人生经历。阿明做警察了后，只要掠到趁食查某，自然就会想起迄个阿嬷，所以若会使放，就手势举悬，放目亮真银。人生对这出发，心情嘛伫这刻画。岁月中的酸甘苦涩，拢成做人生旅途上难忘的陪伴。邀请你斗阵来感受台湾乌鸡桑上真的人情味。暖暖站门溪。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吴念真导演，原神出版社授权播送，专门溪电台制作，江苏主持。遗照为上，吴念真原作，罗家书编剧，洪秀芬台语校正，剧中的人物甲声音演员，阿明、陈明允演出，徛边的大姐张一涵演出，徛边的小姐萧秀端、王玉冠演出，警察林依婷演出，阿明的太太萧如玲演出，基督户的苍头林玉石演出。查某囡仔刘木真、关诗莹演出。迄年，阿明登去云林故乡，参加高中毕业30年的同窗会，拄到以早一个真有话讲的女同学。阿明，我真好闲，为什么你警察做到一半无爱做？为什么哦？因为我足惊家己有时阵会挡袂牢开枪拍人。哈？开枪拍人？无毋对，发生迄桩代志了后，我才知影家己其实有一点仔无理智。你想看觅咧？一个无理智、身躯阁随时炸武器的警察，甲恐怖分子有啥物无共？是啥物代志？迄桩代志是我死头路进前前5个月发生的。毋过，若要甲代志讲清楚，哪像就要对20当前讲起啊。迄时阵，阿明对云林海口来台北工作已经2年外。迄年，伊总算有机会，嘛有能力，会使去母校继续读5万足久的高中课程。哦，你阁不加奖金呢？因为我一直会记得阮国中的导师捌讲过，伫国中成为基本教育的时阵，上无嘛爱读高中，未来出社会才有才调甲别人比拼啊。阿明读的母校所在有淡薄仔奇怪，
是伫旧市区一个饮过足出名的红灯区附近。毋过，对伊的工作甲日常生活来讲是相当的利便，因为学校离上班的所在行路只要20分钟，暗时下课了后，行差不多10多分钟，就会使转去伊含人公家水旧公寓。恁学校边啊是猫仔径，以前啦，我咧读的时阵，生理已经无遐尼佳雅啦。安尼哦。毋过，也有一寡徛壁的伫遐咧转食导影，什么是徛壁的？都是家己孤一个人出来求客趁食查某啦。哦，徛壁游客伫迄个所在相当出名，所以暗时下课对学校要行转去大个所在，经过这条路时，阿明已经真惯死迄种风景啊，甚至佫定定访问讲。少年呢，要送一个无？缘投啊兄，我功夫介厉害，去看卖就知。阿明第一摆是在迄个徛壁的大姐，是伫一个落雨的暗暝，伊无走雨线，头走过这条暗暗的巷仔路的时阵，雄雄有人用雨线伫后壁甲压咧。哎呦！安怎哟？我头滑过去的时阵，看到一个人，伊的面敢若2字会使形容，恐怖。你看到谁？一个大姐。大姐？阿明看到的迄个大姐，看起来至少60岁，满面全妖纹，用一件厚厚的化妆品浸在糊糊咧，头毛把面是染过，毋过足死色。看起来煞袂输伫一顶无下水的假头毛，伊的毛起拉骨落去，喙当咧食包啊，哪食搁哪呛烟。少年呢，天气遐尼冷，大姐陪你去浸一下烧水好无？钱凊彩算啦，你身躯有偌济啊，就互我偌济就好啦。我毋过，才1万年啊！大姐就哪像看煞阿明，又搁惊又搁为难，无等伊应话，家己就自我消遣，讲：我咧甲你滚耍笑啦，真实的咧。你若甲我做伙洗身躯，我惊你以后袂响啦。哈哈哈，这个雨伞，互你拿转去用啦。免啦，你家己嘛爱用。无要紧啦，反正我拢伫顶仔骹。也袂去压着雨，佮再讲吼，雨伞也无偌济钱，以后若有拄着，才还我就好啊啦。后来伊毋若真正有拄着，而且佮定定小拄，迄个大姐生理应该是无介好，所以逐摆拄着，阿明拢会含伊开讲。慢慢啊，伊的身世佮平常时的生活。阿明差不多拢倒会起来啊！迄当阵伊已经65岁啊，敢若减阮阿嬷2岁尔，所以伊有一个和我差不多变大汉的孙。阮后生袂毒，做贼仔，互掠去关，新妇甲囡仔等下做走。进前我是伫宾馆咧甲因摒扫，落尾身体无好。人都无要互我做，唉，妈孙啊，总是嘛爱生活。阮孙读的阁是私立学校，学费足贵的，无法度啦，毋则阁出来伫遮咧现实。伫豆豆啊，甲称呼家己大姐改做阿嬷以后的某一天，想袂到阿明真正搬着一摆孙仔的角色。迄天我下课转来，远远就看到阿嬷人咧甲一个警察冤家。你明明就伫遮游客，你搁坐？你是倒一蕊目睭看到我咧游客？啊无，你无代无志，徛伫遮创啥？伊可能是看到我出现，竟然足红声甲警察呛讲。进前互你掠着，我无话讲。
今仔日恁祖妈伫遮等阮孙下课，嘛有代志哦。对啦，我是好平啊，无依无顺，敢若是要开单。迄个警察甲围观的群众了一下，问我讲：伊敢真正是你的阿嬷？阿明讲，迄个时阵伊有影小可顿定，毋过当伊透过人旁看到阿嬷遐尼虚微的身影，甲满面的风霜，竟然非常勇敢，甲警察应讲：是啊，伊是阮阿嬷，安怎？我拢好人呀，我拢好人啊啦。落尾，警察行我阿明遮来，目睭一直甲前，转入去伫伊的耳孔边讲：我上讨厌人甲我骗，毋过即摆我互你骗甲心甘情愿。阿明讲，迄个警察的表情，甲伊所讲的迄句话，后来竟然变成伊决定要去读警察学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阿明上尾一摆见着阿嬷，嘛是伫一个落雨的暗暝。我会记得迄是学校咧要休寒的前几工啊，足冷。当我下课行来到巷仔内的时，是安怎死的？现场啊！发现足侪人围伫遐，徛伫中央的是迄个警察，涂骹倒一个人，用一领旧被单砍咧。阿明要你三步走，警察就以为过去，将伊的头刺落去，顺入去甲被单掀起来，硬叫伊看，讲：看互真足，伊是你的阿嬷哦，除非你进前甲我骗。结果真正是伊，头毛染甲足死乌，粉抹甲厚厚，嘴仔开开，连剩无偌济喙齿都看现现。毋过上界难忘的是迄两蕊白金金的目睭。阿明讲，伊的眼神甲嘴仔开开的面容，互伊感觉阿嬷哪像咧问天公伯啊！你太互我这款命。了后，才听讲阿嬷强要规身躯全全病，但是药啊拢无照起共食。附近一间西药房，佮讲阿嬷定定甲因欠笑，欠上济就是食止痛的。后来阿明问警察，阿嬷是安怎死的？验尸报告是讲青光死，原因不明，可能甲迄几工仔温度较低有关系。敢若迄暝台北市就死4、5个心血管有毛病的老岁仔人。是安尼哦。毋过，伊一定是上孤单的一个。哦，安怎讲？因为送伊去殡仪馆的，敢若我、李长，甲伊的孙仔尔。唉，有影真孤单。伊一定足疼迄个孙仔，甲饲甲白雪雪，佮肥卒卒，袂输好野人兜的阿舍咧。检查是迄段特殊的人生经历。阿明做警察了后，只要掠到趁食查某，自然就会想起迄个阿嬷。
所以若会使放，就手势举悬，放目量真人。毋过，伊讲时代变啊，渐渐无度说服家己去相信一寡出卖身体的查某囡仔，拢甲阿嬷共款，有相像高不离种的理由。特别是伫伊意外互调来即个当年记伫深刻的街仔巷，小林线插着几落间基督号了后，竟然看到足侪熟悉面，甲因迄种毋但无要无紧，搁若像咧甲踢球的查某囡仔时，伊讲。我已经嘛学会晓莫去想，嘛无法度去同情因啊。毋过，互伊上无度忍受的一摆经验是，有一天我休假，带阮某去一间餐厅食饭，竟然看到前一天才掠到的基督号苍头，甲迄阵查某囡仔嘻嘻哈哈行入来。咦，这位敢毋是警察大人？迄个苍头一下看到我，竟然就唱手行过来，甲我讲：大人啊，要过来甲阮角道做伙啉无？大家啊，互相熟悉一下啦，较免以后你掠甲流汗，我甲议员的电话嘛讲甲流烂。阿明，阿明讲。当伊看到因某三不了门，佮淡薄仔惊着的表情，已经伫心内甲家己讲：正囝，你上好莫互我拄着，啊无，我绝对互你的表情甲阮某即马共款。后来就是迄阵代志啊。阿明讲，原本外面来散步是单纯的毒品买卖，四号啊。毋过当因冲入去乌乌暗暗又搁客又搁垃圾的公寓，煞看到迄个基督号的苍头，甲几个困甲心神的查某囡仔，其中有几个熟悉到村的面容。起来起来！是创啥？又搁是恁即几个啊？伊看到壁顶两张放大的相片，闪熊熊眼去。相片一张是青婚的中年查甫人，另外一张就是迄个阿嬷。虽然相片内面的打扮无同，毋过迄个目神伊一直无法度放袂记一。因是啥物人？因哦，阮阿爸甲阮阿嬷啦。安怎？拜拜还法香。你，伊讲迄个时阵，其实已经挡袂牢，想要拍人啊。毋过，伊雄雄感觉相片内面的阿嬷，目睭敢若咧看伊头前迄个光噜噜、无半支香卡的香炉。冥冥当中，若像有人咧甲我指导共款，叫我甲香炉放落来，刷落去，我深深漱一口气，出力盆。结果，薄薄的香菇下面，正正是一包搁一包细细包的白粉，甜甲甜甜。阿明甲香炉交互同事，迄个苍头硬硬踩伫遐，嘴啊开哈哈，说落来阿明完全失控，出骹甲迄个苍头撞倒伫涂骹。干！哎呦！说来去轻飞起来，拄伫伊的下头。卖啦！大人，唔通啦，唔通开枪啦！大人，伫迄一moment，所有人拢硬去。迄个苍头有影甲阿明因某迄天的表情共款，一个面仔行甲青顺顺，迄个真生行甲连尿都闪出来，对街边豆豆啊流出来，一直流甲规涂骹，流甲规厝拢臭着咸味。
这件代志过了较无半冬，阿明就辞掉警察的工课，离开迄个是非之地，做一个普通的老百姓。讲出心内感动，阅读高念真感想，全民定文，入选作品欣赏。作者涂念黄凤仪。这是一个警察和一个号做阿嬷的趁食查某的故事。主要是咧讲人生的复杂和命运的无常。警察和这个阿嬷毋是真正的祖孙仔关系，主角是因为同情阿嬷的遭遇，所来变做警察。嘛，致使伊未来出勤的时，若有看到趁食查某，拢会真同情因。毋过，伫一摆的掠夺人物当中发生的代志，彻底改变伊的想法，嘛，互读者对因命运的创治有更较深的理解。主角成长的经历，甲职业和这个阿嬷，拢有真深的关联。主角少年的时，因为阿嬷的关系，决心要变做一个警察。想袂到几啊年后，这个警察伫一摆的掠夺任务当中，发现到阿嬷的迄张相，才知影面前的这个看狗啊，竟然就是阿嬷的孙。这种充满戏剧性的变化，互警察感觉规巴都火，阁有真深的失望。因为这个阿嬷拼死命讨趁，就是为着要栽培伊的宝贝仔孙，趁的钱是要用来纳学费的。想袂到因孙竟然变成一个看狗啊！而且阿嬷离开这个世间的时，阁遐尼啊孤单。这种命运的创治，互人对这个阿嬷的人生感觉真毋甘，对人生的无常嘛感觉真艰苦。阿嬷拼死命赚的艰苦钱，望伊的宝贝仔孙会当成做一个有出头的人。却反常颠倒变成一个不得不切的看狗啊！莫怪警察会感觉心肝头真艰苦，阁真生气。知影一切的警察，伊的情感变化甲这的冲突，互故事更较使人感动。命运的无常和人心的复杂，嘛感觉真无奈。这个故事嘛反映出社会下层人物会拄到的困境，因经历的遭遇，嘛互读者感受到真深的同情甲反思。这种真有路的描写方式，互阮看文章的时会哪看哪思考，互读者对生命甲人性有更较深的理解。这种命运交叉的安排，互故事充满感动。会值得豆豆的感受，嘛，互咱知影爱认真对待，珍惜身边所爱的人。
真实感，吴念真原作，罗家书编剧，洪秀芬台语校正，剧中的人物甲声音演员，阿婆中一项演出，大汉后生去家园演出，第二后生赵子贤演出，大汉查某囝张晓有演出，第二查某囝潘君庭演出，银行经理林依婷演出，银行行员黄芬仪演出。母啊，你哪会这哩凶？放阮母仔囝7、8岁做你去，叫阮要安怎活？叫阮要安怎活？母啊，你转来啦！你转来啦！阿婆一世人住伫渔村，35岁迄年，因翁讨海丙船死去。7个囡仔上大汉的才17岁。一个查某人要安怎有才调教这一大群囡仔饲大汉？阿婆强在安尼讲：我得负责饲细汉的，大汉的得家己饲家己啊。4个查甫，3个查某，7个囡仔后来拢真将才。咸菜从细汉就惯势互相照顾，所以兄弟姊妹之间感情拢一直真密。不过，因唯一的遗憾是，阿婆一直坚持住伫渔村的旧厝，无论安怎劝，都是不爱搬去市内和囡仔斗阵住。伊的理由是：一年有12个月，7个囡仔歹分啦，倒一搭加大，倒一搭减大。因拢会讲我大细心啦，搁再讲一个人大，我自由，伊嘛自由啊，是毋是安尼？希望阿婆讲了有道理，不过囡仔毕竟放袂落心，所以伫阿婆70岁迄年，特意找一个外国籍的看护妇，嘛甲旧厝重返过，甚至还阁设计无障碍空间。为以后万一行动无方便的时，预先做准备。生日迄天，阿母，生日快乐！阿母，这个红包是阮7个兄弟姊妹公家做伙要包你的。啊，这张是啥？机票啦，机票哦，偌济？350万哦！阿婆收到这世人毋捌收过的大红包。哈，350万！阮7个囡仔，一人出50万，总共350万。阿婆当然拒绝。恁互我遮济钱要创啥？我也无遐敖开啊！恁互我遮济钱要创啥？我无爱，行恁。阿母，收起来啦！我无爱啦！阿婆坚持毋收，毋过大汉后生代表所有兄弟姊妹发言，讲：阿母啊，这钱毋是要互你开的啦，毋是要互我开的，安尼互我要创啥？这条钱是要互你做奖学金用的啦。对啦，做奖学金啦。是要做啥物奖学金？我听到无啥啥。阿母，你看，你遮济内外孙拢咧读册，你一年做2摆，照因个人的成绩单发奖金互因，安尼遮个孙就会更加拼死读册，对毋对？对啊。安尼哦。啊，若有人要出国留学，阿母嘛会使用这条钱替因拍回程机票啊。对啊，回程机票足贵呢。嘿啊，去美国一抓啊，都要几啊万呢。
阿母会当摕这条钱哦，甲因斗赞助啦。哦，嘿呐，阿母收起来啦，这条钱就用来赞助你遮来外孙好好啊读册就对啊啦。哎呀，收起来啦，收啦。啊，好啦好啦，安尼就对了，生日快乐！这个理由阿婆感觉会当接受，所以就将红包收起来。第二天，大汉后生专工带阿婆去银行开户。顾生，今仔日哪这罕行啊？啊，就带阮阿母来开户啦。哦，安尼哦，欢迎欢迎。经理啊，我甲你讲哦，这个钱拢是我遐个孙仔读册要用的哦，恁着爱替我顾好呢。顾生，恁阿母讲话真趣味呢。无啦，这是阮阿母头一摆来银行开口座啦。哦，原来是安尼哦。做你放心啦，阮这间银行24点钟拢有请保全得顾咧，钱寄伫阮遮，百面安全的，免烦恼的放钱啦。阿母，钱藏伫银行足安全的，无问题啦。哦，证件有查来无？才有几张表，麻烦靠送甲阮填一下。好啊好啊。3个月后有一天，阿婆无互看护部队，一个人入去银行。阿桑你好，请问要办什么代志？小姐，我进前有寄钱伫遮，我想要领出来。好啊，口座互我看一下。你敢是酷送的妈妈？晓啦，阿姆要领偌济钱？我要总领。总领？内面有350万呢。阿姆要总领？嘿啦，我要总领出来，麻烦你啦。系啊，阿姆敢会是去拄着老我董？阿姆领遮济钱，敢是要去买厝？毋是啦，我都有厝通住咧。啊无，敢是要买进口车？笑死人！我也袂晓驶车，搁买进口车，毋是啦。那安尼，敢是有亲情要甲你借钱？无啦，阮较早送甲要互鬼掠去，一寡亲情早就无咧相找啊啦。安尼啊，经理，你还会记得酷送的妈妈吼？阿姆，你好你好，今仔日来是要互阮服务啥物工课？阿姆讲要甲口座内面的350万总领出来。350万总领？嘿啦，经理啊，恁这个小姐足啰嗦呢。我讲要领我家己的钱出来，伊安尼一直问甲有一支变。你误会啊啦，阮小姐无歹意啦，这是银行的规定。若有人一摆要领较济钱出来，先生拢爱问一下理由啦。我领的是我家己的钱，毋是恁银行的钱，就搁爱理由哦。无啦，这毋是这意思啦。阮只是要知影讲，这钱是你家己要领的，也是有啥物人叫你领？无人叫我领，这我家己的钱，我家己要领的，敢袂使？当然会使的啦，只不过阮小姐是烦恼我互诈骗集团骗去对无？我无遐戆啦，迄电视新闻逐工咧报，我知影啦，我毋是念头的啦。恁毋通就是全台湾的老人拢遐好骗啦。
经理无依法，只好紧打电话给阿婆的大汉后生，请伊问阿婆领钱的理由。阿母啊，你做一摆领遐济钱是要创啥？无啦，无要创啥啦。无要创啥？是安怎要甲钱总领出来？你毋是讲这个钱是我的？对啊，钱是你的啊。啊，既然是我家己的钱，我要安怎处理？敢讲着搁经过恁同意才会用一？无啦，毋是即个意思啦。毋是即个意思，啊，无是啥物意思？电话中，阿婆就是无爱交代领钱的理由，两母仔囝花要规半点钟久，落尾阿婆见笑转生气，甲电话迄头的后生呛讲：我一世人前到今毋捌看过350万，到底生做安怎？我干那想要领出来看卖咧，敢袂使得？听到阿婆安尼讲，大家拢硬气。毋过，嘛拢随了解阿婆的意思。经理紧甲阿婆讲：你要看你的钱，交代一声毋就好啊？何必互大家安尼讲甲有喙无烂？想要讲阿婆煞雄雄，亲像查某囡仔共款，头咧咧，手掂手囡仔，歹势歹势，讲：无啦。我是惊讲，恁就是我信任恁袂过啦。哪会？钱是你寄伫阮遮的，看是毋是还有得咧？是你的权利啊！小美，嘿，麻烦你去金库摕阿婆迄350万出来。阿婆，咱入来内面的办公室看你的钱，请。好好好。了后，经理打电话甲阿婆的大汉后生报告看钱的经过。毋足高罪，钱摕起来一直摸，佮问阮讲：这个钱确定是我的哦，啊，恁哪会认得？阮甲这个钱藏踮有写你的名的柜仔内底，当然会认得啦。原来是安尼哦！唉，较早若有这个钱，日子嘛免过甲遐尼艰苦。即马日子已经好过啊，这个钱煞颠倒无路用。讲是安尼讲。了后，冷一段时间，阿婆共款会单独一个人行入去银行，找一个行员细声讲：歹势啊，我要来迄落。阿姆，你要看你的钱吼？我带你来内面的办公室，请。无力咯，无力咯。其实阿婆毋免讲，大家拢嘛知影，伊是来要创啥的。讲出心内感动，阅读高念真感想，全民订文，入选作品欣赏。作者涂念郭基莲。真实感，伫这个科技发达的时代。AI 人工智慧虚拟的世界，咱上需要的是真实感。自从智慧手机发明了后，愈来愈侪人规工的生活拢离袂开手里的迄支手机。透早精神，目睭一个白金，
使用手机仔传熬早的图片，去互亲戚朋友。刷落来，要去读册、要去上班的，行伫路恁，坐伫车恁，要是手机仔一直震，身躯边的好风景，也是路恁发生什么代志，全然无咧注意。有的人伫网络的社群网站恁，乃会群组恁，逐工不时亲好好咧传信息，那亲像有足侪朋友。有的人为着要消透压力，兴算线顶的游戏，开足侪时间甲精神伫网络里，甚至算甲无眠无质。有的人欣赏网络顶的旅游影片，赞叹带全世界的美景，学了甲会答字。毋过，斟酌甲想看卖，咱真正重要的朋友有几个？线顶游戏算煞，心情敢有加较轻松？敢若看别人的旅游影片，你敢有法度体会到美丽风景的启示？其实，朋友毋免多，甲你真心要义的人，斗阵坐落来泡茶、啉咖啡、泡豆兼开讲，面对面的交流，才会当真正感受到人甲人之间互相关心的温暖。网络顶搁较安怎心色刺激的虚拟游戏，嘛无法度代替亲身去运动场走表，去健身房做运动，消透压力的效果。荧幕里的花花世界看起来真迷人，毋过真正行入大自然，去爬山、看海，感谢大自然赐予咱的珍贵资源。这款实在的生活，才是咱真正的人生。发达的科技产品会当提升咱的生活品质，毋过有真侪代志是科技产品无法度代替。上天创造万物，赐予咱人五官，予咱会当有各种感觉，去感受真实的世界，体验真实的生活，这才是咱真实的幸福。即摆的少年家敢若顾读册，一句台语都讲袂好势。谁讲诶？阮虽然毋是甲伊做伙，咱有台语嘛无啥物大问题。乱乱咱门客，教你安怎讲台湾话，欢迎收听台语教室。来继续进行咱今仔日台语教室的单元。这个单元主要目的是要邀请咱空中好朋友大家做伙来思考华文翻做台语的时阵，要安怎讲较好势。所以咱伫每一集的台语教室单元，拢会邀请咱成功大学的同学，也有咧台语专家来到节目现场，甲大家做伙来讨论华文要安怎翻做台语。今仔日同款真欢喜，邀请3位成功大学的同学来挑战咱今仔日台语教室哈。好，首先欢迎第一位是咱台文研究所的林正佑。大家好，我是正佑。过来是咱环境工程系黄玉敏。大家好，我是玉炳。第三位是咱法律系林碧涵。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碧涵。好，欢迎3位同学。另外，今仔日伫咧现场甲咱指导的台语老师是咱台文家私密计划发起人，嘛是咱打狗台语文促进协会理事吴希美老师。大家平安，我希美。
另外，阁有两位台语老师为咱提供翻译的参考，一位是咱台湾歌册协会前理事长萧定春老师，也阁有咱理工局文教基金会执行长陈芳慧老师。好，所以去到进行咱今仔日第一个题目。他似乎都可以拼凑出他的身世和生活状态。好，第一个题目应该无介困难，1分钟的时间请讨论。我倒诶。倒出，应该倒诶，敢若拢会当倒出伊的心色，出心。伊敢拢会当倒出伊的出身甲生活状况。好，安尼讲敢好势，请黑米老师指导。逐摆拄着，伊拢会甲伊开讲。伊是倒位出身，生活过了安怎？这个代志，伊亲像豆豆有才调，摇会出来，倒会起来。啊，拄则有一个是迄个总风，是总风，总风。啊，讲倒出迄个语法，安尼敢对？倒出，较怪，较无想台语哈。好，咱来听陈芳慧老师的讲法。伊敢若拢通甲伊的身世和生活状态组合起来。再来，萧定春老师，伊若像拢会使十脑倒出伊的身世甲生活状态。好，互咱空中好朋友阁有同学做参考。顺利去第二个题目。不在乎，甚至还带着揶揄的神情的；不在乎，甚至还带着揶揄的神情的。伊的表情看起来无要无紧，佮像要甲人家。好，咱请黑米老师来指导。遐个查某囡仔，互感觉因根本都无得要伊，甚至迄面看起来，佮若咧共踢笑、共酸迄型的。酸是什么意思？甲个差不多要共要共。酸呀，酸，毋是酸呐哈。无共酸。好，过来咱来听其他两位台语老师的讲法。陈芳慧老师，半刻目，无要伊，甚至要佮带口水的表情。过来是萧定春老师，无要无紧，甚至要带着人人的表情的。好，互咱空中好朋友甲同学做参考。继续进行第三个题目。一脸茫然、不知所措的表情。一脸茫然、不知所措的表情。好，请同学讨论。人讲是讲茫然哦，茫然啊，茫然。怎么讲着？怎有讲着？但是安尼讲，敢若心就茫然，看咯，茫然哦，不知所措。一个迷茫，佮毋知影要安怎办的表情。好，迷茫，佮毋知影要安怎办的表情，咱请黑米老师指导。伊总硬气，毋知发生什么代志。好，感谢黑米老师，接落去来听其他两位台语老师的讲法。先来听陈芳慧老师。暗中敢若有啥人在引带，规面茫茫，毋知要安怎的表情。好，过来是萧定春老师。光神毋知要安怎才好的表情。好，互咱空中好朋友甲同学做参考哈。继续第四个题目。很迂回地问阿婆要领钱的理由。很迂回地问阿婆要领钱的理由。迂回，弯弯翘翘啊，问讲弯弯翘翘，认真无咧弯弯翘翘。你讲问安尼做，你无听过？迂回。伊踅来踅去问阿婆要领钱的理由。好，伊踅来踅去问阿婆要领钱的理由。安尼讲敢好势，请黑米老师指导。伊踅一大輪，得甲阿婆問講，是怎樣錢要領出來的？好，感謝黑米老師。順利去來聽其他兩位台語老師的講法。先來聽陳芳慧老師。彎彎彎彎問阿婆是安怎要領錢？
过来是小林村老师。真冤巧问阿婆要领钱的理由。好，今仔日咱时间的限制，所以咱进行4个题目哈。上尾时间交互咱黑米老师为咱今仔日同学表现做一个讲评。就是咱同学咧翻译的时阵，大部分就是拢会先看中文，就是迄个语序到底要安怎翻译。当然抓到迄个重点真好，啊，毋过就是有的时阵，台语内底其实无法度找到迄个对应的词，啊，所摆咱可能爱去想讲，若是迄个情景，咱可能会有啥物款翻译，会当用台语去表现出来，安尼可能会变得更较到达，就是莫去想要去找。中国语有诶迄个词，台语一定要安怎讲？啊，其实搁来另外就是讲有一个较大问题是，大家拢可能较无注意到语法，其实台语无得较是安尼讲诶，就是迄个句诶形式。所以其实你爱想讲，规句诶台语会安怎讲较好势，莫干那为中文诶迄个语句诶形式倒落去讲，其实安尼会较奇怪。安尼互大家参考。好，感谢海斌老师，感谢邵宇东哥，谢谢。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今仔日广播局内面伴阿婆的张叶涵。今仔的节目听煞，毋知你敢有啥物想法甲感受，想要甲阮讲呢？欢迎你上阮的网站留言分享，嘛会使写问卷对阮表达支持。阮有准备一寡小礼物要相送，欢迎你做伙来斗闹热咯。请上詹文溪电台详细了解。响是片音，嘿，因为迄毋是阮咧讲的啦，袂响啦，嘿，我敢若讲袂。你无成绩啊？非常感谢空中好朋友收听今仔日暖暖专门节目。这个节目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专门电台制作、监制主持。感谢吴念真导演以及原神出版社授权制作。小林村、陈鸿辉、陈木真担任节目顾问。王延华、赵子贤、上阳唱片、文顺唱片提供音乐。详细音乐内容，请参考电台网站，也有影片的说明。后一集咱要播送的作品是《拄登邂逅》，欢迎准时收听。缘投的兄，我功夫介厉害，试看嘛就知。咱讲我较耐咧。你是要哪？咱都无做过，真咩啊？试看嘛就知啦。
个知呀。我笑着拍手，我听过嘞。线电脑无路用。啊，迄个阿嬷叫做变少年，有钱就少年啦。